每天早晨，许多长辈都习惯泡一壶茶，边看报纸边慢慢品尝。这个画面看似普通，其实藏着维持健康的重要秘诀。随着年纪增长，很多朋友开始担心记忆力是不是越来越差？为什么精神总是不如以前？更有人担心会不会逐渐走向失智。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资料，台湾失智人口逐年增加，65岁以上长者的比例更是明显上升。这提醒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大脑与身体，是每一位长辈都需要关心的课题。大家好，我是林医师，行医超过30年，长期在社区门诊陪伴长辈面对健康挑战。我深知许多人不喜欢复杂的方法，希望找到简单又实用的保养之道。而在我看来，一杯绿茶就是最容易开始的选择之一。绿茶不只是清爽解渴，它富含的天然成分能帮助抗氧化、促进代谢，甚至对心血管与脑部都有好处。许多研究指出，长期喝绿茶的人，认知功能维持得更好，失智的风险也相对较低。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实际又可行的方向。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如果觉得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若觉得没有帮助，请输入0。请您一定看到影片最后，我会分享一个简单的小秘诀，帮助大家更容易把绿茶融入日常生活。这个方法既不麻烦也不昂贵，却可能为健康带来很大的改变。接下来就让我先告诉您绿茶的第一个重要好处——抗氧化。绿茶最广为人知的特色就是它富含儿茶素与多酚类物质这些天然成分，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能帮助我们对抗体内的自由基。什么是自由基呢？简单来说，它是一种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分子。少量的自由基对身体无害，但如果累积过多，就会攻击细胞，造成老化与损伤。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更容易出现皮肤暗沉、体力下降，甚至慢性病风险上升。绿茶中的儿茶素能有效清除这些自由基，减少细胞受伤害的机会。许多研究显示，长期喝绿茶的人，体内的氧化压力指标比较低，身体机能维持得也比较好。对长辈来说，这就像替细胞加上了一层保护膜，让老化的速度放慢一些。更重要的是，抗氧化不仅仅对外观有益，它也与预防疾病息息相关。当自由基过多时，血管内壁容易受损，进而造成动脉硬化。长期下来，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自然会增加。绿茶的抗氧化特性正好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保护作用。各位朋友，如果您习惯在早餐后来一杯绿茶，请相信这并不是单纯的口味享受，而是每天都在默默为您的细胞做保护。这样的习惯对延缓老化与维持健康都是非常实用的帮助。除了抗氧化，绿茶还有一个被广泛研究的特点，就是促进新陈代谢，这对长辈维持活力与健康特别重要。绿茶中的儿茶素与少量咖啡因能够提升身体的能量消耗，帮助脂肪代谢。简单来说，就是让身体更有效率地燃烧所摄取的能量，而不是囤积成脂肪。对于担心体重上升或活动力下降的长者而言，每天固定饮用一杯绿茶是一个简单又自然的方式。有研究显示，长期喝绿茶的人，基础代谢率比一般人略高，因此较不容易出现体重快速增加的情况。虽然绿茶不是减肥药，但它能让身体维持比较稳定的代谢，避免因为活动量减少而逐渐失去活力。在门诊里，我经常遇到一些朋友，他们觉得自己越来越没精神，即使休息也好像补不回来。
当建立起规律喝绿茶的习惯后，他们发现白天精神变得清爽许多，体力比较能跟得上生活需要。这些经验和研究结果相呼应。各位朋友，不知道您平常是否有固定喝茶的习惯呢？您喜欢绿茶、乌龙茶还是红茶？欢迎在留言区分享，让大家彼此交流经验，也许能给其他人一些新的灵感。在新竹，我认识一位70岁的陈妈妈，她退休后多半的时间都在家里照顾自己和先生。几年前，她开始觉得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常常走进厨房，却忘了要拿什么，或是刚听过的事情，转眼间就想不起来。这些小小的健忘，让她心里越来越不安。有一段时间，她甚至因为担心失智而失眠，白天精神不好，做事也提不起劲。虽然家人安慰她只是老化很正常，但这种无力感仍然挥之不去。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开始每天早上泡一杯绿茶。起初，他只是想换掉含糖饮料，没抱太大期待。没想到1个多月后，他发现自己白天的精神状态改善了，做家务时比较专注，健忘的情况也不像以前那么频繁。陈妈妈告诉我，她现在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早上那杯绿茶。他觉得这个小小的习惯让生活重新有了节奏，虽然无法立刻消除所有困扰，但能感受到自己的状态逐渐稳定，心里多了一份踏实。各位朋友，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照顾健康有时候并不需要复杂的方法，即使只是每天一杯绿茶，也能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正面改变。对许多年长的朋友来说，心血管疾病是最担心的问题之一。血压偏高、胆固醇过高、动脉硬化，这些状况往往在不知不觉中累积，直到有一天突然出现胸闷或中风，才惊觉问题严重。绿茶在这方面能够提供帮助。研究发现，绿茶中的儿茶素与多酚成分能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 LDL， 同时保护好胆固醇 HDL， 帮助血管维持弹性。当血管内壁受到的伤害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自然也就下降。另外，绿茶还能减少血小板过度凝集，对于预防血栓也有一定作用。这些作用看似细微，但对于年纪渐长、血管逐渐失去弹性的朋友来说，却是日积月累的重要保护。我曾经遇过一位患者，他多年来都有高胆固醇的困扰，虽然按时服药，但总觉得数值难以稳定。后来在生活中养成每天喝绿茶的习惯，半年后的检查显示，胆固醇指数比之前更理想。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绿茶，但它确实在整体生活调整中发挥了作用。或许您已经注意到，这样的小小改变，其实能让心脏和血管轻松许多。那么，如果绿茶能保护血管，您是否想过77它对于脑部的血流与记忆功能会不会也能带来帮助呢？接下来我就要和您谈谈绿茶与大脑健康的关系。对许多长辈来说，记忆力下降是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忘记钥匙放哪里，名字突然想不起来，甚至聊天中接不上话题，这些状况常常让人心里惶惶不安。绿茶在这方面能够给予一点支持。首先，绿茶含有少量温和的咖啡因，不同于咖啡常带来的心悸或焦躁，绿茶的咖啡因能轻轻提神，帮助保持专注与清醒。对于年纪渐长的朋友来说，适量饮用能让白天精神更集中，处理事情时不容易分心。再者，绿茶中的儿茶素可以促进脑部血液循环，血流顺畅，脑细胞获得的氧气与养分就更充足，这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研究也发现，长期有喝绿茶习惯的人，在记忆力测验上的表现往往较佳，失智的风险也比一般人低。
我曾听过一些长辈分享，他们以前常觉得脑袋昏沉，做事容易忘东忘西，但自从养成每天固定喝绿茶的习惯后，除了精神改善之外，也感觉脑子更灵活，记忆力不像过去那样下滑得快。虽然这并不能算是立即的治疗，但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是一份稳定的帮助。想一想，或许您也在疑惑，为什么绿茶能同时对心脏和大脑都有帮助呢？其实背后有一个简单却重要的原理，值得我们再仔细看看。或许您刚才也在想，为什么绿茶能同时帮助心脏和大脑？其实背后有一个简单却重要的原理。绿茶的核心力量来自于它的天然成分，特别是儿茶素和多酚，这些物质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能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伤害。当细胞不容易被破坏，无论是血管内壁还是脑部神经，都能维持比较健康的状态。另一方面，抗氧化还能间接保护血管，血管保持弹性，血液循环就会更顺畅。不仅心脏压力减轻，大脑也能获得稳定的氧气和养分。这就是为什么绿茶的好处会同时出现在心血管与脑部。此外，绿茶中的温和咖啡因与其他活性成分能刺激中枢神经系统，让人精神更集中。它不像咖啡那样强烈，而是提供一种平稳的清醒感，特别适合长者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专注。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些作用并不是分散的，而是互相关联，抗氧化、保护细胞、血管健康、提升循环，循环改善大脑与心脏受益。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说明了为什么一杯绿茶能同时支持多个系统。所以，当我们看到绿茶对身体的不同帮助时，不必把它视为各种零散的效果，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协同的保护。正因为如此，绿茶才被越来越多研究重视，也成为许多长辈日常生活中值得坚持的好习惯。说到这里，或许您会想知道，绿茶好处是一回事，实际要怎么做才合适呢？事实上，只要在日常生活里做一点小调整，就能轻松把绿茶融入习惯。首先，避免空腹喝，因为绿茶含有咖啡因和单宁，空腹饮用容易刺激胃部，引起不适。建议最好在餐后或点心时段饮用。第二，不要在睡前喝太浓的绿茶。虽然绿茶咖啡因含量不高，但对部分长辈来说，仍可能影响入睡。若想在晚上喝，可以选择淡茶或改成白开水。第三，用绿茶取代含糖饮料。许多人习惯下午来一杯手摇饮或汽水，但这些含糖量高，长期容易增加体重与血糖负担。如果改成一杯清香的绿茶，不仅解渴，还能同时保护心脏与脑部。在临床经验里，我看过不少长辈因为这些小改变而受益。他们发现，当绿茶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后，不需要额外的花费或特别的努力，身体状态就逐渐有了改善。不知道您平常最常喝的茶是哪一种呢？是绿茶、乌龙茶还是红茶？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习惯，让更多朋友从彼此的经验里获得灵感。说到这里，我想把绿茶对健康的重点整理成几个简单的原则，方便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记住。第一，每天固定一杯，建议在早餐后或午餐后饮用，既能帮助消化，也能避免空腹造成的胃部不适，持之以恒，比偶尔喝一次更有帮助。第二，选择适合浓度，茶叶冲泡不宜过多，避免过浓。太浓的茶虽然味道强烈，但对肠胃刺激大，反而可能不舒服。淡一点的绿茶既清爽又安全。第
第三，搭配均衡饮食，喝绿茶不能代替蔬菜、水果或其他营养来源。真正的健康来自整体均衡的饮食习惯，绿茶只是一个加分的选择。第四，留意身体反应。有些朋友胃比较敏感，或正在服用特殊药物，若出现不适，应该调整饮用方式，必要时咨询医师或药师。这4个原则看似简单，但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很多长辈常说，只是少喝一杯，有差吗？其实，正是这些小小的坚持，累积起来，才会让健康慢慢改善。各位朋友，请记住，照顾身体不一定要大动作，改变每天1杯绿茶，就能为细胞、心脏和大脑袋来长远的支持。在下一段结尾，我会分享一个特别的小秘诀，帮助您更容易把这个习惯融入生活。各位朋友，我知道要改变几十年养成的饮食习惯并不容易。许多人说，每天忙东忙西，哪还会特别记得去泡茶呢？这样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但请相信我，每天一点点的坚持，往往就是守护健康的关键。今天我们谈到，绿茶不仅能抗氧化，帮助细胞延缓老化，还能促进新陈代谢，让身体更有活力。更重要的是，它能保护心脏与脑部，让我们在年长时依然保持清晰与稳定。这些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但日子久了，差别就会显现。在这里，我想送给您一个小秘诀，准备一个专属茶杯，每天固定在同一个时段冲泡绿茶，当习惯与时间结合，您会发现这杯茶自然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小动作看似微不足道，却能帮助您持续下去。能够一起守护健康，比什么都珍贵。如果这段影片对您有帮助，邀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希望您能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人，让关心传得更远。本影片仅供一般健康参考，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如有疑虑，请务必向医师或药师咨询。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能安心享受一杯清新的绿茶，把健康平安带在身边。